8個億嘅投資一紙解除就打咗水漂，你不如唔好叫人壞啦，叫壞人算啦。當然啦，呢句講玩笑啊，但係呢種開門招商、關門打狗嘅做法，真係和珅嚟咗啊，都話你犀利。2017年貴州省仁懷市以 PPP 模式公開招標白酒廢水處理廠，大名鼎鼎嘅茅台鎮就係屬於仁懷市㗎啦。咁有個重慶企業老闆響應當地招商引資，好唔容易湊夠投資咗8.2個億，建咗個白酒廢水處理廠。建廠過程都幾坎坷㗎，徵地拖1年，設計改咗8次，終於喺2022年5月份通過驗收，具備正式運營嘅條件。咁呢個老闆嘅企業叫泰克環保，通過當地 PPP 合同，本來獲得30年嘅特許經營權嘅。呢個項目每年嘅毛利有一個小目標嘅，真係真金白銀可持續盈利嘅。點知經營咗1個月啫，當地就發個文強制解除合同，短短2個鐘啊就強行清場啦。清場之後亦都冇任何補償，轉手就將個廢水處理廠委託俾另一間公司運營管理。重慶呢個老闆可以話係一夜白頭啊！結果事發都已經3年啦，單嘢就壓咗3年。你諗下，投資8個億，耗時5年，辛辛苦苦建好個廠，有乜可能會唔知咩事啊？好彩而家我哋有抖音，先可以令到大家知道呢啲開門招商、關門打狗嘅事。點解佢哋咁做呢？我覺得應該係地方債務壓力太大，急需要揾項目補個窟窿。另外就係地方有住極強嘅影響力，企業求救無門。最後聽到一個好消息就係，已經有市委政法委牽頭介入全面調查，相信好快會有一個結果，俾投資企業家一個交代。